好，来继续是怪咖纪录片的专题报道。今仔日来看这位亚洲青年优才的冠军刘时兴，为读高中开始，就拼命一直练画图，一直比赛。但是到伫咧参加第7届奥运比赛的时阵，突然间感觉人生茫茫渺渺，唔知影为虾米要参加比赛。咱就来看伊尾安怎找回着家己，安怎来传承经验。 咱厝就咧做这种的物件，无你嘛要读机械科、汽车科，啊，你讲要读个迄落画画科、艺术科的，我就去小学较早学功夫的，以后会当较早趁钱。 休学伫咧厝里斗3工的迄年，规工踮伫咧引导铁工厂，刘时兴对这帮含读册拢无男无女，嘛无人看好，唯一会目睭发光的干那画图。 早上8点一直练到晚上的10点，我们都在练直线，也没什么啊。就是如果今天能够画完，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毕竟我以前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然后书也念不好的人。我的同学、我的朋友都会约说：志恩，今天要不要去唱卡拉 OK？ 去新爵江去玩？我不行，我要练习。 天公听骨力的人，刘时兴若摕到记这类国手的资格，佮摕到亚洲青年优才冠军，时兴爸爸真传统，含面表达说目眶红红。我嘛是足感动啊！感谢伊替阮光耀门楣，安尼辛苦，你都有一点仔记得啦。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对我就是很沉默，也很少称赞我。那一刻好像有被他当成儿子，我好像也是一直在为了这个去努力。刘时兴大破挑战记这届奥运，飞去俄罗斯决胜。 50多个优秀选手徛点做伙，为着摕到奖牌伫咧比赛，只算含梦想成真，敢若差一步的死球伫咧丢毒。把自己压迫，把自己逼紧，不断的去完成你们想要完成的事情。可是好像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在比。当我持续一直爬到一个顶尖的时候，开始很焦虑，很担心，说我会很害怕掉下来。 害怕变回以前那个脏兮兮啊，或是毫无色彩的自己。代表团体、代表国家，每当输的使命感压力真大。国手的身份唔敢是家己，高中时对美术单纯的喜爱去倒位，说落来搁要行会大。 我希望他们能够享受这个比赛过程，不能眼睁睁看着现在的国手继续重蹈覆辙。我必须要帮助他认清拿牌跟国手，它是一个责任、一个角色而已，并不代表你自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初衷或意义。保送北科大工业设计系刘时兴担任国手辅导员，伫咧真少年时就拄到生涯盲点，嘛是生命上的礼物。似乎家己就算赢了世界，又搁安怎？到我现在，我不需要去依靠那些奖状或是奖牌来觉得我自己是不是还喜欢这个东西。以前到现在，我喜欢的东西一直都没变。我如何让那盏光是我自己点亮的？刘时兴突破心内目标，破个声、发油声拢来自外界戏化个底站。规律好无好，冷乱自处，外通后专注家己生命中真心的愿望。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